报道台语歌王郭金发，我们今天首度请他来到了郁金香，为您带来《望你早归》。每日思念你一人，袂伫通相见。亲像活流水，也不是相随，无意会来听分离。牛郎一路因缘，每年有相会。怎样你若一去全然无回，放下阮孤单一个。若是雨阮月亮要出来的时，加添阮心内悲哀。你袂甲阮离开一日，也是月要出来的时，阮只好来拜托月亮，替阮讲，予伊知。讲阮每日悲伤流目屎，希望你早一日回来。无聊月光暝，因我想起了故乡的妹妹。妹妹，你现在大概真无聊，真寂寞，要等下我倒转去吼。自从我离开故乡到现在，永远袂当达成了我的愿望。我时常想要写批倒转去予你，不过恐惊会加添了你的悲伤，你的忧愁。但是希望妹妹你爱信任我，不是亲像迄款无情的人性啊。若是黄昏要到，月亮要出来时，我的心内，若是黄昏月亮要出来的时。加添阮心内悲哀，你袂甲阮离开一日，也是月要出来的时，阮只好来拜托月亮。替阮讲，予伊知，讲阮每日悲伤流目屎，希望你早一
声音，了乱秋夜静，是上听见多温厚僻静。因阮思量，不知看水冷，自问自叹，幸福未完成。前途茫茫，原来是光明。风有凄凉，已经是秋分。离开故乡，犹原一时阵。约束望你相信阮，坚心为你保守阮青春。阮是土地，海中小芳船。掌声欢迎！谢谢，谢谢。郭大哥，非常欢迎你到我们节目中来。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。这个《修巴掌》非常好听，到现在呢，任何场合啊，我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，我自己也会唱啊。修巴掌来修巴掌，袂修巴掌。唱得真好。你唯心之论，我没听他唱得很好。那个叫修巴掌，不是修巴掌。不错啦，磨标准是磨标准呐，会使听是会使听啦。已经很好了，怕听久了会生病。唱了这首歌有多少年了？哦，这首歌唱很久，已经有20多年了。现在还唱吗你？现在不止还唱，还做还卖。真的？哎呀，不简单，人家是学以致用，你你是唱以致用。你是什么动机之下去做这个蚂蚱？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传统美食啊，应该把它宣扬出来。哦，所以我和朋友合伙，就组立了一个公司。那么自己有门市，有工厂来生产，现在自产自销。将来还有外销一点。对。你说这个传统的米食，除了修巴掌以外，还有什么？潮州粽，还有素食粽，很多粽子的种类。那么另外还有米糕啦，油饭啦，筒子米糕，筒子米糕也有，就是当阿米糕，种类很多。今天有没有带几个粽子来我们？请我们呢有没有？分享。今天只唱。那很失望，好小气。今天我没办法带来，口福没有，只能有耳福了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掌声欢迎修蚂蚱第一个王。自比自叹，害命人。父母本来真疼痛，予我读书过路灯，出家跑路无半项，暂时来卖小蚂蚱。小蚂蚱，卖小蚂蚱，要做生意真困难。若无
通，所以暂时做一项，环境地我卖肉粽，烧肉粽，烧肉粽，卖烧肉粽。这大堆，双脚走到要天开，拄着无少上客开，认真在卖烧肉粽。